最右侧車道行駛。而家接咗柏康橫琴去澳洲市350米後啦。靠右，進入右轉專而家用道。早上10點15分。係呢啊嘛。我而家到走最右側車道，到灣仔。即將右轉，隨後200米靠左前方。三個係咪一樣大啊？430米後。我最細啊，咁今次。請保持左側主路行駛，220米後進入隧道。鑊金啊，鐵打啦。睇下問下到底咩？你想軟打、硬打、鐵打都得。你而家到咗深圳未啊？梗係未啊！去咗邊度啊？過埋條橋先係。呢個老公咪喺呢度買車咯。啱你翻工要翻1個鐘。火炬服務站會出嚟。呢個隧都係喺中山咯喎。係啊，中山新發展區。我有個客成日嗌我分轉咗咧。中山通道啊，而家去緊深圳嗰邊。我懂，前方有賣煙，我在附近，在附近下旁邊，專門給人家刷。但係冇堂。咩啊？即係好似嗰啲。搞嚟做咩啫？問下幾多錢嘛？我咪俾咗牌你咩？我有加動隧道內分岔路直行，當經1分鐘多車即上。而家到咗深圳嘅寶安區啊，小期自己寫深融河係得。除咗小區啊，而家到深圳啦。福田區啊。要到深圳高速繼續行駛。睇緊個拉人快叉。前方已重新規劃路線，沿街25要到深圳高速繼續。限速100，當前車速100。你提前離開區間側中路段，平均時速109，你咪超速。高速啦，而家3點15分啊，足足揸到5個鐘。前方進入城西收費站，該收費站至此已指示。路口處行道。到梅縣啦。長壽梅州，世界峽東。呢度就你鄉下啦。等你腳熬啲落，哎呀，啱先係都話數啱睇先。都唔係大好多仔8年㗎嘛，都未白晒。魚裝咗啦。有冇80幾啊？80嘛。我都係到台灣來。你要食咩自己出聲，燒味一定要食啦。呢度最出名燒賣。呢度搽就得㗎啦。嗰度全攞貨得啦，
係嘛？老細過嚟燒鴨做屋啊，同祖先見面拜拜。呢度拜三下，計啲係你3位都得啦。好，順順利利保有一家平平安安。阿伯康啊，5164過嚟拜祖宗。26歲啊！報平安啊！定係我哋入鏡，你又冇鏡㗎係咪？加菜啊！大佬得個聲，聽你話。早啲起身，因為你個樣啊，佢錄影啊，就係影啫。錄影。而家我哋去緊大埔啊，嗰個花樂樓嘅土樓。进入双峰顶隧道，全长2.8公里，请开车灯。個隧道係2.3公里，哇，都好2.8。2.8公里。前方有限速100標牌。又有山路。进入梅林隧道，全长300米，请开车灯。拍照。进入连续隧道，全长2.2公里，请开车灯。隧道中有压线拍照。隧道中有连续压线拍照。9点9。呢個大埔嘅花樂樓啊！
裝修緊啊！Hello。一個房，这个房呢，就是两公婆睡觉的，啊，兩公婆，然後你現在可以從這邊可以上，哦，上去睇下上，樓。你上唔上啊？這個樓梯呢是418年了， 400幾年啦，呢個樓梯400幾年啦。這個佢好穩陣。廣州話幾時嚟啊？好耐啦。哦，呢度都可以住，呢度有。你爬上嚟啊？唔好啦，啊？好啦。爬上去睇下。爬上嚟啦。啱啱都出嚟出邊啦。啊，行到啊！各位村民们好。你見唔見有個窿喺度啊？好。嗱，呢個影係圓碌碌啊，見過嚟嘅。 ，OK，1、2、3，OK。嗱，呢個房間出去。遠光字咗可以影到兩個圈係嘛？洗乾淨佢擺落去煲就得㗎啦嘛，使唔使俾其他嘢？有大埔花樂樓、土樓。肯定冇1斤啊！我哋成日買嘢，我哋知，就邊度有1斤？肯定冇啊！邊度有1斤啊？我都集中好啦嚇，做一行咁用。係啊，都幾遠。你講唔嘢，叫唔可做嘅啫。冇得啦，我哋